我建議當局咧喺北都嘅規劃我哋中小學嘅時間咧，可以採用一條龍嘅人才培育教育嘅模式，即係中小學階段咧重點打好數字嘅教育嘅基礎，大學城咧則係要負責咧比較高端嘅研究同埋跨學科嘅創新，最終直接對接我哋北部都會區嘅創科產業嘅需求。呢啲學校咧亦都可以推行啲嘅寄宿嘅模式，寄宿學校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啲沉浸式嘅數字學習環境，讓學生咧遠離城市嘅煩囂，專注 STEM 嘅項目、團體嘅協作以及咧創新嘅思維。喺繼續睇落去之前，阿銘想請未讚好呢個專業嘅朋友仔去撳翻個讚好掣，而睇緊 YouTube 嘅你，亦希望你可以撳個訂閱掣後，再撳埋個鐘仔，咁有最新嘅政策同社會資訊，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啦。我發言係支持原議案以及所有嘅修正案。全球咧正處於第4次嘅工業革命嘅關鍵時刻，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量子計算、生物科技等等嘅技術咧，正以指數速度咧改變我哋人類嘅社會。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未來工作報告，到2027年咧，全球咧將會有超過40% 嘅核心技能咧需要更新，而數碼技能、數碼分析、AI 素養已經成為最核心嘅基礎能力。事實上，現在咧唔少嘅先進體咧早已大力推動我哋 K12嘅數字教育。新加坡嘅 Smart Lesson 嘅計劃由小學開始融入編程與數碼素養。芬蘭同埋愛沙尼亞更將咧程式設計咧列入中小學嘅必修嘅課程，而內地咧亦都將人工智能嘅課程咧嘅評價結果納入學生綜合質素嘅評價嘅體系。因此咧，香港作為咧國際金融和創新科技嘅中心，對中小學數字教育落後，將會直接影響我哋未來嘅競爭能力㗎。要推動中小學嘅數字教育，首要嘅係解決問題，就係對教師嘅培訓。當前條件下，部分教師咧對呢方面嘅知識咧係可能會比較缺乏。咁而我哋喺內地咧，其實早已經出台咗呢個教育行業嘅標準，喺2002年，當中係針對教師係數位能力、教師數字嘅素養，旨在喺解決智能時代下教師教什麼同埋如何教嘅問題。因此咧，我期望咧當局可以制定咧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嘅藍圖。必須咧係要考慮到師資嘅培訓嘅設立嘅標準，同埋確保嘅教育嘅質素。主席，數字教育咧唔應該淪為填鴨式教育同埋死記硬背嘅一個產物嚟㗎，係為咗配合咧我哋產學研嘅一個發展。數字教育應該嚟以應用學習為主導，讓學生咧跳出書本嘅框框，手把手運用所學到嘅知識咧，解決我哋日常面對嘅一啲生活嘅問題。正如局方喺課程指引中提及，教學嘅質比量更加重要。不過咧，香港教育制度咧過去咧都一直係以考試為主導，學生同埋家長咧對分數咧極為重視。目前嘅課程咧係十分緊湊嘅，教師往往咧忙於追趕考試嘅範圍，喺非考試嘅重點咧可能咧會有啲會忽略咗。為咗避免咧加重或者增加額外嘅負擔啦，帶來不必要嘅考試壓力咧，我覺得當局咧可以適時咧考慮去更新下啲教學嘅內容，定期咧取代過時嘅資訊，讓課程咧更加適合我哋應用學習嘅目標。主席，北部都會區咧作為香港未來最新發展嘅我哋最重要嘅發展嘅引擎，將會咧成為創科、生物醫學、先進製造業同埋智慧城市發展嘅核心區域。當局正積極咧去推動緊我哋北都嘅大學城嘅建設，目標係打造產學研居一體化嘅國際教育樞紐。喺呢啲環境底下咧，北都嘅中小學咧，尤其係數字教育方面，絕對有條件同大學嘅產業以及咧我哋形成一個緊密嘅聯動。我建議當局咧喺北都嘅規劃我哋中小學嘅時間咧，可以採用一條龍嘅人才培育教育嘅模式，即係中小學階段咧重點打好數字嘅教育嘅基礎，大學城咧則係要負責咧比較高端嘅研究同埋跨學科嘅創新，最終直接對接我哋北部都會區嘅創科產業嘅需求。呢啲學校咧亦都可以推行啲嘅寄宿嘅模式，寄宿學校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啲沉浸式嘅數字學習環境，讓學生咧遠離城市嘅煩囂，專注 STEM 嘅項目、團體嘅協作以及咧創新嘅思維。更重要係咧可以嘅試行咧北都產學研寄宿培育計劃為一體嘅，例如
中小學可以同附近嘅大學同埋科技園合作，共同設計學習嘅項目課程，讓高年級嘅學生有更多嘅時間、更多嘅機會提前了解我哋大學嘅實驗室，甚至喺附近嘅科技園進行短期嘅企業嘅實習，提早建立職業嘅視野。同時鼓勵大學教授可以到中小學去到擔任客席嘅導師，實現教學嘅資源嘅共享。咁樣一嚟我哋北部都會區能夠形成中小學到大學再到產業無縫咁人才咁輸送嘅鏈㗎，源源不絕為北部都會區輸送具備 AI 數據分析以及具創新能力嘅年輕人才。多謝主席，本人謹此陳辭。